婉儿，柳公公。婉儿，你的伤还没好，怎么就做事了呢？啊，柳公公，寇口随娘娘去景阳宫拜见兰贵妃娘娘了。我刚刚见桌上有些灰尘，就想着把它们擦拭干净。哎，不行，你快下去休息吧。娘娘要知道本公公让你带伤做事，一定会责罚我的。柳公公，我没事的，况且这些很快就擦干净了，娘娘也不会知道的。婉儿啊，娘娘对咱们下人这么好，咱们可不能让娘娘生气。就算本公公不说这事儿，其他的侍女和公公们看到了，没准儿谁就会告诉娘娘。你下去吧，我来帮你擦干净。那好吧。嗯。那就有劳柳公公了。哎，我先出去了。嗯。主子，德妃娘娘到了。董姐姐，妹妹真的好想你啊。兰贵妃，你现在贵为贵妃，我只是个普通的妃子，你不能再叫我姐姐了。姐姐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莫非是上一次在皇额娘那里，妹妹没有站出来帮姐姐说话，姐姐生妹妹的气了？妹妹，你说什么呀？姐姐哪有生气，姐姐只有感动。看到那日你在慈宁宫为了姐姐和静妃理论，姐姐看到你眼里的泪水，姐姐知道你一定是受了静妃不少的训斥责骂。今天你又请我来景阳宫做客，这是顶着多大的压力，需要多大的勇气啊！果真妹妹，姐姐真心感谢你。姐姐，要说这勇气，妹妹可真的不敌姐姐。妹妹就是请姐姐来我这里，也都等到天黑才敢请姐姐来。是啊，妹妹的确压力很大，可是妹妹知道姐姐的压力更大。姐姐，妹妹以后一定和姐姐同甘共苦，帮姐姐在后宫站稳脚跟。一定不能让阿玛看出是本王派人刺杀的洪承畴，否则他一定会被气死。果真妹妹，姐姐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。我想明日去拜访童姐姐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要说拜访嘛，也倒没什么不合适的。再说，姐姐和荣贵妃已经有很深的友情了。这个姐姐知道，可是姐姐担心，如果我贸然去拜访童姐姐，会给她巨大的压力。可是姐姐实在感激童姐姐，我自从进宫以来，童姐姐没少帮我，这份情谊，姐姐时刻不敢忘记。而且姐姐也想让皇额娘知道，我董小婉并不是可怕之人，董小婉也可以和后宫姐妹友善相处。这个董小婉还真是不可小觑啊！前2日那么重的打击都没能把她打倒，如今还想着如何拉拢人心，还真是个强劲的对手。姐姐的这个想法呀，妹妹也赞同。明日姐姐去拜访荣贵妃，相信荣贵妃会很高兴的。我觉得呀，姐姐无需顾虑太多。妹妹既然这么说，姐姐就放心了。
姐姐，请喝茶吧。哎，阿玛，您觉得这是儿子干的？儿子怎么能干出刺杀洪承畴的事情呢？阿玛只是怀疑，刺杀洪承畴的人真是天地会的人吗？阿玛，您太小看儿子了。就算儿子真想除掉洪承畴这个眼中钉，儿子也不会用这种危险可怕的方式。再这么说，洪承畴也是朝中的大员，要想除掉洪承畴，也得依法循律啊。将来儿子还要接阿玛的重位，儿子怎么可能干出这样的傻事？阿玛，我真不知道您是怎么想儿子的。基督啊，你别生气，阿玛也不相信你会这么做。不过事关重大，阿玛也得确认一下呀。天地会视洪承畴为卖国贼，故此次刺杀洪承畴，应该也算是合理。行刺洪承畴一事，现已查明，确是天地会所为。这件事情，朕很庆幸，暗中派了3名侍卫保护洪大人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皇上对洪大人真是偏爱器重啊，让臣等十分羡慕。不过臣也有个疑惑，皇上也是不久前才派人保护洪大人的，这是何原因呢？为何皇上从前从未派人保护过洪大人呢？正是，皇上，此事的确有些令人费解的地方。莫非皇上已经得到了什么消息，事先知道天地会派人来刺杀洪大人？这件事情其实是皇额娘先想到的，是皇额娘要求朕必须要派几名侍卫暗中保护洪大人，所以现在朕十分钦佩皇额娘的判断。原来是太后娘娘的懿旨，太后娘娘神机妙算，又一次救了洪大人的命。皇上，老臣感谢皇上和太后娘娘的救命之恩，老臣必当肝脑涂地，鞠躬尽瘁。8月秋高风怒号，8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3重茅，茅飞渡江洒江郊，高者挂卷长林梢。真棒，玄烨真棒。启禀贵妃娘娘，德妃娘娘求见。德妃在外面求见，要看望我。她有什么事儿吗？回主子，她说没什么事，只是来看看主子，陪主子聊聊天。哦。奴才心想，这位德妃娘娘是太后娘娘和众娘娘所讨厌的，要不，主子说不便见人，我便去回了她。不，她既然来了，本宫同她也有交情，你去请她进来吧。这，众位爱卿，此次行刺事件，给朕敲响了一个警钟，这说明现在天下还不是很太平。不过朕已严令宫中加强警戒，朕希望各位爱卿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严防此类恶性事件再次发生。皇上，臣负责京城的守卫，此次洪大人遇刺一事，臣有责任，请皇上责罚。天地会它是个老鼠会，防不胜防。这次很明显，又是他们的一次精心策划。敖大人，这件事情与你无关。臣谢过皇上。不过，现在除了天地会之外，其他各种反清的势力，朝廷也要多加注意。因此，从即日起，
九门提督鳌拜，一定要严令各部各处，好好的加以巡视，不可以有一点松懈，听明白了吗？臣鳌拜领旨。皇上所指已不止天地会，皇上所说其他反清势力，指的是什么呢？索大人，这个我想就不用朕解释了吧。反清的势力，难道就只有天地会？如果真的只有天地会一家，那朕现在就可以高枕无忧，回去踏实安睡了。对，臣糊涂了。冒昧前来打扰荣贵妃娘娘，董鄂氏给贵妃娘娘请安。德妃安好，德妃来承乾宫看望本宫，本宫很高兴，哪有打扰之说呢？玄烨，这是董娘娘，叫董娘娘。董娘娘安康吉祥，董娘娘好漂亮啊！三阿哥也安康吉祥，三阿哥好。他对你可是格外亲，这么多后宫嫔妃，他可从没说过谁漂亮的话。额娘，董娘娘就是很漂亮嘛。多谢三阿哥，三阿哥夸董娘娘，董娘娘啊真心高兴。三阿哥长得真俊呐。玄烨长得像皇上，也像皇上一样天赋极高，小小年纪就对汉人的历史文化兴趣极大，这点极像他皇阿玛，殊为难得。难怪皇上如此厚爱三阿哥呢。玄烨，去做功课吧。去吧。董妹妹，请坐。好。这照理说，我早就该来拜访荣贵妃娘娘了。昨日夜里，兰贵妃娘娘请我过去小坐一会儿。她跟我说，这初到后宫之人，照理说应该拜访一下各宫的主人。可是小婉的情形实在特殊，有些宫里的主人，小婉是不便拜访的。只有荣贵妃娘娘这儿，小婉是可以拜访，也是真心想拜访的。兰贵妃已经请德妃去过了。她真是有勇气，令我惭愧。说实话，以德妃的情形，应该是本宫先发出邀请才对。我也确实在考虑，过2日就请你过来坐坐。小婉一直担心，所以犹豫着不敢来。听贵妃娘娘这样说，小婉真心高兴，心里也踏实多了。怎么会呢？你能来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今日天气晴好，就在我这儿多坐会儿，聊聊天儿。好。德妃，请用茶。这解药功效极佳，若是董小婉能够服上3次，怀孕的可能性就有7、8分。刘兄弟，解药给你了，你找机会换包，事情就成了。请总舵主、宋堂主听好消息吧。刘兄弟，还有一件事，本舵主想请你帮一个忙。刘光才公公是咱的人，你也是知道的，只可惜他的底细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。本舵主想请你在行动的同时，也顺便多留心些刘光才公公的所作所为。毕竟这个人对于咱们天地会是至关重要的人。您的意思是暗中观察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前日在慈宁宫，小婉给皇额娘还有众位娘娘弹唱《长恨歌》，小婉看见了贵妃娘娘眼里的泪水，小婉心里好温暖，也很感动。正所谓曲为知音，小婉弹唱的《长恨歌》能为贵妃娘娘所欣赏，也不枉小婉倾心尽力地弹唱那一曲。德妃的唱曲实乃仙音仙曲，又是声情并茂，将一曲《长恨歌》唱得感人至深。
本宫想不流泪都不能啊。本宫对德妃的宠辱不惊，也是深为钦佩。听贵妃娘娘这样说，小婉心里感动极了。小婉多谢贵妃娘娘。董娘娘，董娘娘，你喜欢唐诗吗？董娘娘喜欢，董娘娘很喜欢唐诗，三阿哥也很喜欢唐诗，对吧？唐诗300首，她都能背下一半了，喜欢得不得了呢。这唐诗300首，三阿哥都能背下一半，三阿哥真了不起啊！那三阿哥最喜欢哪一首唐诗啊？我最喜欢杜甫的诗，其次才是李白。三阿哥最喜欢杜甫的诗，三阿哥为什么不喜欢李白的诗呢？李白可是诗仙呢。李白是诗仙，杜甫是诗圣，我更喜欢诗圣的诗，因为老杜更关心民生疾苦，像他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我就特别的喜欢。三阿哥喜欢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啊。玄烨，给董娘娘背背这首诗的最后几句。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风雨不动安如山，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一族。好，三阿哥背的实在是太好了。董娘娘也很喜欢诗圣这首诗，诗中一气呵成的气韵自然不必说，诗圣诗中那种胸怀，才真的令人高山仰止啊。董娘娘所言甚是，诗圣的胸怀真是令人敬佩。不过若我来写这诗，我不会让我的房屋倒塌，让我挨饿受冻死去。我可不想受冻，我家里还有很多人呢，我可不想让一家人挨饿受冻死去。啊？那如果三阿哥写的话，三阿哥想怎么写这首诗呢？我会写愿吾庐安泰，更愿天下皆然。好，真好。三阿哥改的别具一格。听皇阿玛说，最近闹水灾、旱灾，不少人流离失所，粮食短缺，我听了真心痛。我希望天下没有一个人没住房、没吃食。贵妃娘娘，这三阿哥真了不起。我想，以三阿哥宏大仁善的胸怀，三阿哥日后一定会造福百姓的。他很少跟人谈得这么投机，你们俩真是有缘。贵妃娘娘，时辰不早了，已经打扰贵妃娘娘这么久了。那，贵妃娘娘，小婉告辞了。德妃，你不必一直称我贵妃娘娘这么客气，我比你大一些，若你不见外，就叫我姐姐吧。妹妹有空常来坐坐。童姐姐，那好，妹妹以后一定经常来看望姐姐。那我送你到门口。好。额娘，我也要送董娘娘。好，我们一起送董娘娘。那董娘娘多谢三阿哥啦。我们走吧。姐姐，据我的眼线报告，董小婉去了承乾宫，足足待了1个时辰。1个时辰呢，两人是有多少话要说呀？这个董小婉看着挺温和，斗志比我想象的倒要更强。她在慈宁宫受了那么大的屈辱，皇上都没有去安抚她，她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恢复了生气，还敢主动出击了。可不是嘛，她昨儿去景阳宫，今儿去承乾宫，看来她真是想要死死地抓住果真和童家氏这2个人做盟友了。妹妹，坐下说话。这果真咱且不说了，他靠着讨好皇上，接近董小婉，才有了今天。如今他赌赢了，自然敢光明正大的和董小婉结盟。可是，这个童家氏
胆子也太大了，竟然也敢接纳董小宛。他这是公然与我们众妃为敌，他难道不怕服了皇额娘的旨意吗？简直是胆大妄为。是啊，他敢这么做，完全是因为他仗着有三阿哥。是，他仗着有三阿哥在，所以敢赌。他赌董小宛能够在后宫立住脚跟，这样他在皇上面前就讨了一个好。别看这佟家氏平日里少言寡语，没准儿他也在做着皇后、皇贵妃的梦呢。姐姐，妹妹说句大实话，母凭子贵，日后若三阿哥被御立为太子，皇后又有点什么闪失，这个平时少言寡语的佟家氏，没准儿还真能登上后位。他登不上后位，三阿哥也立不成太子。董小宛接近佟家氏，那就等于是跨入了雷池。姐姐，我告诉你吧，这董小宛会死在佟家氏的手上。姐姐方才说的话好吓人呢。三阿哥立不成太子，董小宛会死在佟家氏的手里。莫非佟家氏接近董小宛是要害她？佟家氏不会起心害董小宛，他是真心同情，些许还有些钦佩董小宛。可是他的儿子玄烨会害了董小宛，明白吗？皇上一定要亲赴灾区巡查灾情吗？灾情如今越来越严重，儿子亲赴灾区，意在传达朝廷与百姓能够同心协力，抗击灾情的意志和决心。儿子认为此行大有必要。皇帝这样做的对，可以展示大清浩荡皇恩，亦可大大鼓舞民众士气。不过洪承畴事件之后，皇帝出门更要注意安全。皇娘放心，安全事宜，儿子已经做了妥善的布置。如果有人敢趁机动手，那就是自投罗网。洪承畴与皇帝同行吗？洪师傅他请求过几次，可儿子觉得他年事已高，所以没有准他的情。皇帝此行是要表示姿态决心，时间不宜太长。这点皇娘放心，儿子不会去很久，儿子就到京畿一带巡查灾情，不出10日便可回京城。额娘的意思是以不超过10日为佳。明白了。皇娘，儿子已经很久没有歇驾钟粹宫了，所以儿子想在走之前去看看德妃，可以吗？本来皇帝临行之前最应该歇驾的地方是皇后的坤宁宫，不过皇上最近对宠爱德妃的克制，大家都有目共睹，额娘也无话可说。你去吧。多谢皇娘。小婉，朕最近甚少来钟粹宫，你不会怪朕吧？皇上说的什么话呀？照理说，皇上临行前本不该来小婉这儿，可皇上还是来了。这份情实在太重了。
小婉心里不安呢。那你为何还不赶黄公子走呢？小婉不赶黄公子走，是因为小婉不舍得皇上走。朕也舍不得你。这段时间，朕一直在努力地克制自己的内心，不来看你。现在朕终于明白“咫尺天涯”这4个字的含义了。咫尺天涯，还真是咫尺天涯呀。对了，朕听说最近童家氏跟你走得很近，他对你很友善，三阿哥也很喜欢你，朕很高兴。是啊，童姐姐，她真是个好人。小婉果然没看错，小婉现在在后宫啊，已经有2个好姐妹了。如果说之前果真是因为听了朕的话才来接近你，那现在童家氏是真的很喜欢、很欣赏你，才会把你当成妹妹。朕很高兴。皇上，后宫的事你放心吧，小婉相信，只要依靠自己的真心，一定能与后宫姐妹和睦相处的。就算皇额娘不接纳我，我也定会真心实意的孝顺皇额娘。所以皇上这一次出行，就好好的巡查再勤吧。现在让朕担心的就是皇额娘，她可能直到现在还没有接受你。姐姐这几日身体一直不舒服，可想吃点什么呀？不想吃。这几日头昏昏的，还全身发冷。娘娘，还是请金太医来瞧瞧吧，这病可耽误不得的。想请金太医瞧病，得有皇额娘的旨意。我不想打扰皇额娘。娘娘，有病要及时用药啊。娘娘，这……婉儿，我看娘娘这病可不轻啊，不及早让太医来瞧瞧，真要出了好歹，咱们可都要掉脑袋。你到慈宁宫去禀报太后娘娘一声吧。公公不说，婉儿也定要去禀报。刘公公，那我先走了。皇帝一走就病了，撒娇的病。太后娘娘，德妃娘娘真是病得不轻，又不准奴婢过来禀报，怕是打扰太后娘娘。柳公公怕责任重大，私下让奴婢过来禀报的。有什么病状？德妃娘娘因是受了风寒，已经2天了。婉儿，哀家看你的伤势好像还恢复得挺快。奴婢回太后娘娘话，奴婢的伤真是好的差不多了。奴婢多谢太后娘娘，令太医院送来好药，奴婢的伤恢复得快。还有一个原因是，还有个什么原因？怎么不说了？奴婢这话不敢说，奴婢怕说了惹太后娘娘生气。哀家让你受了不应该受的苦头，即便有什么不好听的，哀家也不会责罚于你。
你说吧。姑姑，德妃娘娘竟然亲自给一个侍女揉腿按脚，替她治伤，这后宫的主子哪一位能做到这一点啊？而且德妃娘娘还特意嘱咐不让别人知道，这说明她并未有丝毫故意显示仁善之意啊。她还敢宣扬仁善，她这是乱了尊卑。太后娘娘，是奴婢乱了尊卑，奴婢一时失言说出此事。太后娘娘要罚，便罚奴婢吧。若太后娘娘为了此事要惩罚德妃娘娘，奴婢便是愧对德妃娘娘，奴婢也不想活了。姑姑，这事不应该罚他们。依苏娜看，德妃和婉儿都不应该受到惩罚。好，既然苏娜帮你们说情，哀家就不惩罚你们了。婉儿，你去太医院里帮德妃拿点药，顺便帮你自己拿点药治疗自己的伤，但要记住，不可以再让你的主子帮你揉腿。奴婢多谢太后娘娘，奴婢替董主子多谢太后娘娘。起来吧。奴婢谢谢太后娘娘。臣妾给皇额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额娘。坐吧。姐姐，皇额娘，皇额娘，臣妾一定会孝顺你的。皇额娘，姐姐一定会孝顺你的。皇额娘，臣妾会孝顺你。臣妾一定会孝顺你。臣妾一定会孝顺你的。扣扣，现在是娘娘们到慈宁宫请安的时辰，可德妃娘娘这烧的迷惑，还直说胡话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要不去请安，后果严重吗？十分严重。没有万不得已的理由，规定的时辰没有去请安，这是大不孝，是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的。那婉儿姐快去慈宁宫禀告太后娘娘吧。姐姐都病成这样了，这还不是万不得已的理由吗？可是德妃娘娘没烧糊涂前叮嘱过我不要去禀报病情的。皇额娘，臣妾。皇额娘，这请安的时辰都已经过了，怎么还未见德妃的身影？也未曾见她派人前来禀报一下情况，简直是不孝。人家仗着皇上的宠爱，并未把给皇额娘请安当回事呢。皇额娘，臣妾听说这德妃生了重病，定是起不了身，没赶上时辰，所以就没有给皇额娘请安。姐姐醒了。扣扣，我是不是误了请安的时辰？是过了一会儿了，婉儿姐已经去慈宁宫禀告太后娘娘了。没想到发烧误了请安的时辰。哎，姐姐，你都病成这样了，还去请什么安啊？这请安可是大事，快帮我准备。姐姐，姐姐，快帮我啊！哎呀，奴婢禀报太后娘娘，中岁宫德妃娘娘患重症风寒，实在不能过来请安，请太后娘娘恕罪。姑姑，看来德妃的确病得很严重，才不能及时来请安。婉儿，
德妃既然重病不能前来，为什么不早些过来禀报太后娘娘？奴婢回皇贵妃娘娘话，德妃娘娘烧得迷糊前，叮嘱奴婢莫要禀报病情。德妃娘娘说定会过来向太后娘娘请安，谁知后来烧得迷糊，睡在床上直说胡话呢。婉儿，前日你来禀报过德妃患病，哀家让你去太医院拿药，怎么还不见病情好转呢？奴婢回太后娘娘话，可能是奴婢没将症状说清楚，拿回的药服用后也未见效果。哀家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柳公公，再快点！娘娘，脚步已经很快了，您身子不好，再快会颠吐的。德妃娘娘，德妃娘娘，奴婢已经向太后娘娘禀报过情况了。娘娘的身子这般虚弱，就别去慈宁宫请安了吧。不行，只要我还能动，就得给皇额娘请安，这是大事。快走！皇额娘，您就这样放过德妃了？依臣妾看，那个董小宛定是在故意装病。索尔纳，就你最聪明，是否装病，哀家看不出来吗？要不你去钟粹宫看看德妃有没有装病。皇额娘别生气，臣妾只是说说而已。谅那个董小宛，她也不敢装病。你既然明知道董小宛不敢装病，还跟我说废话，你不是蠢吗？姑姑，德妃来了。臣妾董恩是给皇额娘请安，臣妾来晚了，臣妾不孝，臣妾请皇额娘治罪。董娘娘，董姐姐，德妃，娘娘，娘娘，董姐姐，娘娘，娘娘，你醒醒啊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醒醒啊！娘娘，你醒醒啊！娘娘，皇祖母，娘娘晕死过去了。董姐姐，你醒醒呀！皇祖母，董娘娘为了给皇祖母请安，晕死过去了。娘娘，德妃，快醒醒啊！董娘娘晕死过去了。董娘娘，娘娘，董娘娘，阿玛，这灵珠让纳奇从宫里带出消息，说董小宛现在在后宫混的是越来越惨，不过还在拼命挣扎。这鱼被网住，越挣扎死的就越快。皇上巡视灾情就快要回来了，儿子估计，皇上见到董小宛的状况，肯定会忍不住出面相助的。皇上出面相助，就同太后娘娘斗上了。皇上失态，对议政会议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这倒也是。这眼瞅着交旗印的日子就要到了，皇上必须废除董小宛的妃位，方可得到旗印。宫中这场大戏，可是要演到紧要关头了。
扣扣，别忙活了，这会儿也没什么外人，坐吧。喝点水。好。姐姐的风寒总算是好了。前几日，姐姐挣扎着去慈宁宫请安，结果晕倒在花园里，当时那情景吓死人了。你说这金太医真是神医，这么重的风寒，2副药下来便驱得无影无踪了。那婉儿姐去太医院拿的药，为何就不起作用呢？还不是因为太医们是看人下菜碟的。我虽生病，但是皇额娘没发话，这些太医心里害怕，自然不敢对症下药了。相信他们只是随便的开些药应付应付我，我的病自然不能好了。姐姐，太后娘娘太狠了。那天金太医说，姐姐烧成那样，弄不好是有性命之虞的。就算有性命之虞，我也得去啊。再说这皇额娘也并非铁石心肠，你看，她不是让金太医来给我瞧病了吗？姐姐，太后那是怕出了人命，皇上跟她翻脸要人。还有4、5日，皇上才能返京。等到皇上回来，便好了。扣扣啊，姐姐不能靠皇上，姐姐要帮皇上。京城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姐姐相信，总有一天，姐姐一定会敲开皇额娘的心门的。